今日咱报道上大牌是袁小迪哈，阮小迪讲到小迪啊，很多的圈内好朋友拢知影讲伊啊，哇，真好客啊，家婆是嘛真当哈，常常咧要甲人帮助，但是人缘也不错啦哈。啊，当然除了这以外呢，这个新的专辑里面哈，伊非常的满意，每一首歌伊拢会当讲甲喙甲全破，所以这礼拜咱要好好甲伊开讲者，看伊这喙甲会当破出什么款的气味哈。伫咧要甲袁小迪开讲进前啦，先来听这首嘛是伫咧伊新专辑内底非常好听的一首《枕头伴》枕头伴哦，枕头的伴一定是你心内中上大心的迄个安那达哦。OK， 来听这首歌，听说了，咱来甲袁小迪开讲。眠床的枕头，哪有咸咸的滋味？原来是梦中为你在流泪，吵吵闹闹，分分离离，也已经惯习有你的日子。伊伫想你，伤心陪袂离，时常来。过去熟悉的所在，春夏秋冬也过去，花开花谢几落年，我也是永远爱你。今夜枕头冷记记，望你回来阮身边，我也是永远。爱你。床的枕头，哪有咸咸的滋味？原来是梦中为你在流泪，吵吵闹闹，分分离离，也已经惯习有你的日子。伤心陪袂离，时常来过去熟悉的所在，春夏秋冬也过去，花开花谢几落年，我也是永远爱你。今夜枕头冷记记，望你回来阮身边，我也是永远爱你。伊伫想你，伤心陪袂离，时常来过去熟悉的所在。写几落年，我也是永远爱你。今夜枕头冷记记，望你回来阮身边，我也是永远爱你。今
今仔坐到宾果边啊，不是别人，都是阮小弟袁小弟，掌声欢迎。不过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弟袁小弟，很快的又来这边跟大家聊天了。哇，你这个有够紧的呢。去年是9月份的时候，不到1年时间，你就跟大家见面哈，这么急迫的要推出这张专辑，而且呢，他还自己很爽，你知道吗？还自己通知所有亲朋好友讲，我这个收的歌有够赞的啦，你嘛较拜托嘞。那我收到就听，唔免你安尼宣传好不？不是，这不是跟你搞名配，真正是这道的歌哈。就敢若像阮后生的头家咧讲，从伊咧做小米，其实来讲一片啊，这要收到真歌真齐全的啊，还真的是。你讲要遐尼嚼的，无简单对吧？首歌都当做主歌，所以头就疼的哈。这个录音录完了嘛哈，录煞了，大家讲，哎呀，无咱来紧一个主歌来主下歌吼，发对手对吧哈？大家开始头壳摸咧烧啊。是啊，因为公司开的，大家在那里啊吼，内底吼有。内底其实有敢若为一首歌啊，迄个我跟林山合作迄啊，真难无。本来吼嘛出些人举手赞是讲，这条嘛是赞的啊，是不是？爱用这条安尼啊，弯腰配啦。对啊。鸳鸯被是我跟迄个林山合作这吼，啊个有小江下来金头盘，啊个巴布老师写一条吼。这条嘛是足赞的歌啊！伊个本来这条歌哈，前期这首歌哈，我是讲，应该来摆伫第一首歌啊，因为这条歌它的节奏还蛮强的啊。这个你看，这好的歌，你摆，应该摆到第7首去。其实中个迄个吼。迄出车的歌，人个那种我所练的歌，我较少唱的歌，知道内底拢有包含着。人咧讲吼，这个大白这个制作老师啦，好创作的老师啦，帮小弟在写歌哈，这是应该是讲因的工课本来就在写歌啦，但是你不是大概哈，拢会当把他们的这些好歌、适合你的歌，刚刚好拢放在一张专辑内底哈，这是要天时地利人和的，你是有去拜拜啊？这是那算运气的吧？其实我常在讲说啊。那哪里邀歌行？其实那个创作的老师，不见得这段时间哈，他写出来的歌曲是好，一定是极品。但是你若好运的时候，有些老师呢，一辈子可能给他写几首同个极品的物件，你就碰掉，就碰到了，就刚刚轮到我来唱的，所以啊，对，就是蛮幸运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讲说，现在回到了豪记以后呢，是发片的速度也变得加快了。你在还以前的债，是不是？以前那个豪记的听友哈，那个有一段时间都会问说啊，袁小迪呀，对不对哈？希望再唱出一些原来那些不同的音乐了，味道了哈。这个你放心啦，哈。好，咱若要讲袂完啦，你知道？你是我的靠山，你是我的靠山，这应该是最高票的，是不是？对啊，这是所有的，因为我们呢有先做市场的调查，包括连续剧的电视公司、电视台，还有我们唱片公司，咱的这个盘商家的咱的网友。大家都2只手2只脚赞成你喜欢客山这主打歌，第一波的主打歌。好，所以让大家能够去了解一下哈。当然你喜欢客山，我第一次听到说看到时呢，我有一个疑问，你知道不？因为你喜欢客山通常是查某咧对查甫讲的嘛？不一定吧？咁是安尼，比如讲像你就会当做我客山。咱的所有听众朋友拢是我靠山，无因甲我支持，无因我做靠山。你再怎么会唱，你去外口听歌，伊无法甲你支持，无法互我做靠山嘛是不好。对，妈妈买是做咱的靠山，爸爸买是做咱的靠山，都行的所以是这个意思哈。对无唔对，在生活当中一定有很多的困难走不过去了哈。对啊，而且现在大家经过做伙，大家互相来做靠山，嘛是教艺术啊。尤其是迄个副歌，我觉得唱到那边就我唔惊的时阵很爽。他那个歌词写的啊，我唔惊，唔惊头前的乌影，因为有日头伫背后做我的靠山。所以个有我唔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
因为有你的期许，甲我来做伴哈，所以恁就是我歌手，我拢唔惊孤单，哇，真赞，太棒了哈！啊，唱歌唱下这你这里啊，已经该好唱了。所以哦，我唱这首歌就跟歌写的竹间野老师啊，一下歌哇，竹间野的年代快到了，因为最近一下就呱呱主打歌哈，很多歌都很有味道，他那个用词用得很大哈，很恰当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感觉人就是安尼啦哈，一个歌哈可爱水对不哈，但是最后取决于那个词语有没有打动人心。词哦，尤其是咱这个台语歌吼，这词哦，一定爱有这种迄个较，莫讲有的人是讲，伊每其实。台语内底吼，足侪拢共款迄意思，但是伊有用足侪词语哦，实在是迄字卡是不相款。哦，对，它那个深度不一样。哦，排列组合不同，那个意思都不共款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大家一听到这里啊，嘴暖擦擦地哈，想讲这首歌到底好听到什么程度？其实有在听咱电台，人拢捌听过这首歌哈。好，如果你会唱的话，跟着一起来唱，尤其到遐我唔惊，其实上一定会唱出自己心瓜头的迄个气氛哈。好，来袁小迪的新歌《你是我的靠山》。的一山又一岭，一路风雨行到这，雄雄我头看，迷惘的魂已经伫山脚，起起落落的海涌像运命，人生步点点过一半，夜头向前行，幸福的船就会来靠岸。我唔惊头前的乌影，因为有日头伫背后做我的靠山。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不管别人怎样看，温温暖暖轻松放下，一切只为你来打拼。无到最后，谁会再输赢？海涌像运命，人生步点点过一半，夜头向前行，幸福的船就会来靠岸。我唔惊头前的乌影，因为有日头伫背后做我的靠山。我唔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不管别人怎样看，温温暖暖轻松放下。一切只为你来打拼。我唔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不管别人怎样看，温温暖暖轻松放下。一切只为你来打拼，无到最后，谁会再输赢？
小迪正宗原氏情歌，你是我的靠山。我不惊路上的孤单，因为有你的期待，甲我来作伴。民视8点档《父与子》片头曲，你是我的靠山，袁小迪郑重。